一啲唔啱啊、錯誤嘅事情呢，我哋好快會諗到，但係要留意到人哋一啲好嘅或者值得欣賞嘅地方呢，我哋發覺比較困難。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翻到嚟胡思亂想快活人生。最近呢兩個禮拜都比較忙，所以拍呢條片嘅時候已經係凌晨2點半，所以都會講得比較短啲。喺上一集呢，我哋講到圖騰嘅時候呢，有啲朋友同我反映翻，一下子好難去諗到一個好貼切自己、適合自己嘅圖騰。我發覺呢個唔單止係喺諗圖騰方面。往往喺我哋話要去有成長啊、提升嘅時候，去思考我哋理想嘅目標或者理想嘅自己嘅時候呢，我哋都發覺一時之間真係唔容易諗到。我諗其中一個好大嘅原因就係我哋成長嘅背景裏邊呢，都係一個經常被指出錯誤嘅環境當中去成長，以至我哋對一啲唔啱啊、錯誤嘅事情呢，我哋好快會諗到。但係要留意到人哋一啲好嘅或者值得欣賞嘅地方呢，我哋發覺比較困難嚟到去揾得到，因為我哋根本冇留意過。所以由此開始，我哋唔係冇能力去諗到，只不過方向係調轉咗啫。既然係咁嘅話，我哋不妨可以從一個相反嘅方向出發，以至幫助我哋諗到我哋想要嘅理想效果。就好似上一集最後尾講，我話用叉燒嚟到去作為起點，雖然有啲講笑嘅成分，但係因為我諗好多人喺細個嘅時候都聽父母鬧我哋嘅時候生個叉燒個生嚟，所以我當然唔喜歡做一個叉燒啦。既然我哋唔喜歡嘅話，呢個就成為一個觸發點，觸發我哋想要去諗下我哋想要點。因為有個叉燒作為觸發點嘅時候，我哋嘅大腦嘅運作就被激發起，咁樣嘅話，我哋就較容易去諗到我哋想要嘅嘢。所以如果我哋想要揾到一個我哋理想中嘅自己嘅代表嘅話，從一個正面方向去諗到嘅當然好啦。如果你諗唔到嘅話，不妨就由你諗下你最唔中意嘅人開始，諗下你唔中意人嘅有啲咩特質啦，你唔中意佢啲乜嘢啦。於是反過嚟，你既然唔中意啦，咁你想係點樣嘅呢？因為有一個對比嘅緣故呢，你就會容易啲諗到你理想中嘅自己係點樣。除咗 B 型呢個較為抽象嘅層次之外，實際上嗰個我哋喺行動上嗰同樣可以咁樣諗下。所以如果我哋話想要過一個開心快活嘅人生，你諗唔到點樣做嘅話，你就不妨諗下你做啲咩就可以破壞自己嘅生活咧，令到自己好唔開心咧。將所有呢啲破壞自己人生嘅事情，你寫晒出嚟。寫晒出嚟嘅時候，呢一切你唔做，起碼你就唔會唔開心。而進一步，因為激發咗你嘅思考，你就更容易諗到你可以做啲咩令到自己人生去開心一啲。但係大前提，我哋都需要為自己抽出一啲嘅時間，坐低靜靜咁沉澱下，俾翻一啲時間自己，讓自己可以去構思一個自己真係想要嘅人生。無論你係從正面開始去思考又好，從反面開始思考都好，都希望你能夠有一個開心快活嘅人生。今集就講到呢一度。如果你鍾意今集嘅話，請你下低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同埋撳埋隔離嘅鐘仔，有新片發放嘅時候就可以第一時間通知到你。嚟緊呢個星期我唔喺香港，所以要再隔多一個星期先能夠再同大家見面。我哋下集再見，拜拜。